们，感谢主，让我们又相聚在一起，要来敬拜主耶稣，来赞美至高神。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在今天的敬拜时刻，再一次领受神的同在，也经历神的爱，来充满我们的心。相信神许我们同心合一，我们扬声欢呼，一起在上帝的殿中来赞美他的名，来高举他的名。神的圣殿充满荣耀，神的圣殿充满耶稣的爱。在这里，我们一起敬拜，一起学习上帝的真理。美好的恩典，每一个富强教会的弟兄姐妹都领受上帝的爱。我们也把这份爱真实的在教会里，在生活当中彼此分享，彼此鼓励。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也彼此扶持，一起携手走神为我们预备的道路。我邀请会众，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我们一起好不好？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诗篇46篇第1节。那我们一起，神啊，我们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诗篇57篇第7节。人生的道路或许很艰难，或许现在的你心里充满着害怕，或许困苦正在伴随着你，也或许你正处在失败患难当中。但神的话语告诉我们，我们不要害怕，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神必坚固我们，神必帮助我们，神必用他的公义的右手来扶持我们。主，我们心要坚定，我们的心要坚定的来依靠你。我们要唱诗歌颂你，让我们的心可以单单的属于你，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邀请会众，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敬拜主耶稣。
我们一起同声开口，为我们自己的生命，为我们的家庭，为我们的工作，向主祷告，求主来带领。为我们身边有病痛的家人、弟兄姐妹，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好不好？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知道祷告是有力量的。耶稣，谢谢你让我们透过祷告，帮助我们的生命可以与你连接，让我们每一次在祷告当中去经历你的同在。你说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因为你的能力是要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得完全。主耶稣，我们要张开双手来领受你的爱，因为没有任何事情可以叫我们与你的爱来隔绝。你是全地的王，我们要来敬畏你；你是全能的救赎者，我们要来敬畏你。亲爱的主耶稣，我们要同心合意，学习谦卑来向你献上我们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永远如此的深爱着我们，谢谢你无条件的爱着我们，你的每一滴宝血为我们而流，你的每一个刑罚为我们承受。主耶稣，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有正在经历病痛的弟兄姐妹和小组家人，我们有许多内心的疲惫，我们心里有伤痛，已经不知道该如何修补了。主啊，但唯有你，你能带领我们走过这样的伤痛，你帮助我们，不论在面对各样的环境，你永远是我们的依靠。主耶稣，我们仰望你，因为你的信实是永不动摇的，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神。我们深信你必定为我们开路，你必定为我们翻转我们生命中的苦难。主啊，我们呼求你，你的爱此时此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一生都活在你的同在里，因为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在你的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耶稣，我们一生都要不停地来赞美你。我们在等候的时候要来赞美你，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要来赞美你，因为你要带领我们走出黑暗，进入光明。主啊，唯有你能使我们在风雨中有信心，让我们在风暴中去经历你的同在，在软弱的时候去经历你的奇妙恩典。主耶稣，谢谢你，你以无边的爱来爱我们。我们的心要坚定，我们的心要耐心的等候，我们的生命必然要向你献上欢呼。谢谢主耶稣，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所求的，阿们。
谢谢你，你是永远如此的深爱着我们。主，我们要全心的来敬拜你。告诉
所以说，我们来敬畏你，因为你的圣殿充满荣耀。主啊，我们要高举我们的双手。主啊，我们要高举你的名。圣殿充满荣耀，主坐在宝座上，圣殿充满荣耀，从今直到永远，天使天君，神中儿女，相扑你面前，举手敬拜。我们祷告，我们敬拜，如心上气息，到你宝座前。主啊，我们敬畏你，唯独将荣耀归于你。我们敬拜，我们高举，愿你国度荣耀降临。主啊，我们敬畏你，唯独将荣耀归于你。你的圣殿充满荣耀，从今世直到永远。天是天君，神中儿女，相扑你面前，举手敬拜。我们祷告，我们敬拜，如心相亲近，到你宝座前。主啊，我们敬畏你，唯独将荣耀归于你。我们敬拜，我们高举，愿你国度荣耀降临。主耶稣，我们一生都来敬畏你。我们敬畏你，主啊，我们要将荣耀归于你。将荣耀归于你。你的圣殿充满荣耀，从今世直到永远。所以说，我们是软弱的人。主啊，但我们一生都要来敬畏你。主啊，我们一生要坚定来跟随你，来敬拜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至高神，因为你是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圣殿就要充满荣耀。主啊，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你这里来，你要使我们得安息。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为敬畏你，生命就充满平静跟安稳。主啊，我们要坚定地来宣告，你的国度荣耀降临在这地。我们一生都要来敬拜你，我们一生都要坚定地来跟随你。主啊，你的圣殿要充满荣耀，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哈利路亚！主，我们真的是一生都来敬畏你，我们一生都来高举你的名。主，你的圣殿是充满荣耀的，感谢赞美你，哈利路亚！云柱火柱，我们跟随，你的保护，你带领，将来的荣耀，大我显真的，你的国度荣耀降临。火柱，我们跟随，你的保护，你带领，将来的荣耀，大我显真的，你的国度荣耀降临。从今世直到永远。主啊，我们敬畏你，所以我们一生都要敬畏你。主啊，我们要将我们的生命荣耀归给你。我们敬拜。降临，主啊，我们敬畏你，唯独将荣耀归于你，你的圣殿充满荣耀，从今世直到永。直到永远。是的，主啊，我们敬拜你，敬畏你，愿荣耀归于你，愿你的圣殿充满了荣耀，从今时直到永远。因为主你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是我们生命的来源跟依靠。所以当我们亲近你的时候，就要跟你所示的永恒荣耀平安喜乐在一起。感谢主，让我们今天早上有这个福分到主你面前，让我们用敬畏的心来敬拜，透过你的话语得着勉励，也藉由祷告看见神的荣耀，你的应许临到我们当中。愿这个礼拜这个敬拜荣耀归于你，每一个弟兄姐妹从里面得到喜乐、平安跟祝福。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请仍然站着，我们来一起祈念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一起来，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
我信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3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的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弟兄姐妹，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等一下在讲道完，我们有这个月的一个医治服事祷告，所以我们请预备心祷告，特别有需要服事的用祷告预备，等一下可以到前面来。还有我们的服事同工、我们的敬拜团、我们的长老执事、我们的小组长，还有代祷团队，我们要为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做服事。感谢主，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我们一起来恭受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在2处的圣经节。第一处经节记载在哥林多前书9章24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你们一定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但是只有一个得奖，所以你们要抱着夺标的心来跑。每一个运动员接受严格的训练，为要争取那会朽坏的华冠。但是我们所求的却是那不朽的华冠，所以我只向着目标直奔。我又像斗拳的人，每一拳都不落空。我严格地对付自己的身体，为要完全控制它，免得我召唤别人参加竞赛，自己反而被掏空。第2处经节记载在提摩太前书4章7到第8节，我们一起来念。要为着敬虔的生活锻炼自己，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愿上主赐福听他的话又照这样子行的人。献诗钢琴3重奏所要演奏的曲目是《因他活着》。献诗完，由夏牧师今早为我们传讲的信息是灵命健身与敬虔操练第2讲，我们一同恭敬来领受。
哈利路亚，感谢主，谢谢三位美好的音乐乐器的服饰借由我们年轻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年轻的朋友将诗歌奉献给神感谢主，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这个礼拜已经是我们上半年快结束了下半年我们就要迎接教会新的时段的事工。一来我们是离我们50几年，就从1月1号开始，已经剩下半年那当然也是接受我们的我们是明年的8月是周年庆，但是我们通常是年初开始就要迎接我们50几年的各样的事工。愿神借由他美好的恩典赐给我们大家有预备心，我们要借由这个主题来一起学习灵命健身跟敬虔操练，由中会所推动的这个事工牧师要借由圣经的教导一起跟大家一起学习。我们现在做祷告。慈悲的父神，感谢你的恩典满满在我们当中，因为你的爱你的恩典让我们互相教会平安喜乐平安恩典度过49年。感谢主，我们知道每一个时刻都有神的同在，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互相教会一起成长，一起学习，一起领受从神来的恩典。主我们在迎接50几年的时候，因为我们预备好要迎接，所以我们就有神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跟能力，所做的工更能荣耀主。愿神给我们同在，也就由上帝的话让我们得到一个学习。我们求您启示我们，感动我们。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今天我们要接续我们中会在推动从7月开始，我们教会要配合中会来推动一个灵命健身敬虔操练的8个步骤。那我们互相教会是受邀请，在下半年做一个等于试办一个操练。那借由圣经的话，借由里面内容的说明，也能让我们更明白健身跟敬虔操练的一个重要。我们感谢主，那上个礼拜神差派我们的蔡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他除了2堂的一个培灵会，他带我们亲自来回顾我们互相教会过去20年这段感恩的故事，很多万千的恩典，神怎么样带领我们。那我们要往前走，神预备什么样美好的这个标杆在我们当中呢？我们要透过50几年再一次来验证神对我们的祝福。蔡牧师在上个礼拜天2堂连贯，一个主题是经历上帝的大能。那这个主题也刚好跟我们要迎接50几年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等于是一个开锣，一个开始，一个开端，一个提醒。他借由使徒行传3章1到10节，就是彼得、约翰他们进美门圣殿的美门要祷告，看见一个脚不便的一个乞丐，怎么样借由神的恩典，让他重新脚踝健康起来，脚和踝子骨能够健壮跳起来。这样的故事提醒我们6个重要的属灵的功课。第一个就是因为敬虔的祷告，敬虔的祷告在神面前，神且听。第二个，借由门徒对这个残障者他们的爱心，对这个软弱的弟兄施出怜悯的手。第三个就是分享神的恩典跟热忱，不只是给他物质上的，而是将神的医治临到他。再来就是提到了彼得、约翰，他们不只奉神的名来医治这位脚不便的乞丐，而且他说伸手亲自拉他起来，所以他就得着一个全然的医治。圣灵在这个事情上大大的动工，
所以这位受伤的或是脚不便的乞丐，就是又走又跳进圣殿来赞美主，也是这样让我们看见神的美好的医治。这位受医治的这位乞丐，他就是荣耀神进圣殿甚至能够为主做见证。所以这个流程也等于就是我们富强教会一个走向神荣耀祝福的流程。所以借由今天这个主题，我们要一起来继续来学习中会为什么特别要在这个时段邀请我们一起呢？我们再做一点小小的复习。中会黄金10年，富强教会50喜年，就是在这个时间点，我们一起努力，一起预备。那上一次在6月初我们提起了，我们在2030年中会要庆祝100周年。那我们明年要庆祝50喜年，刚好在这个阶段，中会认为说，什么样的纪念最重要？不是因为时间到了，大家热闹庆祝，吃吃喝喝就结束，而是我们要预备心，将最好的属灵的产业建造起来、累积起来，然后让它更丰盛，结果子更多，用这样来见证神的恩典。所以刚好黄金10年跟我们富强50喜年刚好可以结合，所以我们在明年迎接，是不是刚好配合中会推动这个事工？大家好像就是由我们自己亲身来体验我们知道很多医疗的产业他们要开发一种新的药，要经过很复杂的流程。我们记得在新冠疫情的时候，我们不是有疫苗要人体试验吗？很多人就勇敢说：“我来接受试验。”我们台湾也有很多人免费被他注射，然后来回应他的反应。但是我们这个50喜年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没有那么的复杂了。我们一起从本身来操练起，来试看看说，中会推动这个事工，对于我们的信仰、我们的属灵的健康，还包括我们的家庭有没有帮助？我们结果从7月开始到12月，一起来操练看看，一起来演练看看，然后回应给我们中会说：“这个很有效，很有用，很有帮助。”或者说：“哇，这个难度有点高呢，要怎么样来修正？”这个都是我们下半年所要努力的。好，那中会推动这个主题叫做中心门徒属灵操练8部，敬虔操练8部，有81间，我们是14间受邀请操练示范的，就是说我们这半年当中，那我们就是明年要正式推动。很巧，中会正式推动也正好是我们50喜年，那就是我们再怎么挑也没有办法挑得那么巧合那我们要再复习的就是说，那到底为什么敬虔要操练呢？敬虔确实要操练。我们今天有读了2段，应该是这个事工的一个主题的经文再复习一次，提摩太前书4章8节说：“身体的锻炼固然有些益处，灵性的锻炼在各方面对你都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和来生的盼望。”我们知道身体健康，大家都很了解。我们不止台湾有那么好的这个健保制度我们有那么好的医院我们的新楼医院刚庆祝160周年呢，台湾已经有160年的西医的一个系统帮助我们台湾人有一个很健康维护这个身体的健康，每一个人都很注重。但是他说，身体健康重要，更重要的是属灵的操练，因为在身体健康各方面有益处，属灵的操练不只是有益处，而且是得来永生的盼望。等于是你的操练，你的属灵的健康，是为预备永恒的生命，在累积，在储蓄，在建造。那我们也提起说，操练这个原文，希腊原文，它的意思是赤身裸体的操练，就是没有任何的遮掩。身体健康哪一个部分肌肉够不够够不够雄壮够强壮，都要一起来操练。所以我们再一次复习说，敬虔需要操练。为什么？为什么需要敬虔的操练？因为我们真正的信仰是改变人的心，你的心要被操练，要被锤炼，而不是一个头脑的认知而已。头脑认知固然不错，但是过了
没有什么直接的效果。我们也常常说，信心如果没有行为，便是死的。只说不做，是实际没有用。一辆性能好的车，没有开出去，这辆车等于就是一个摆饰品。你在平常运动操练，运动得很好，哇，各种技术都非常的熟练，成绩也非常棒。但是从来你不上场比赛，那你操练可能你对你身体有益，但是你没有得到成绩。所以信仰是改变心，这个心是要被磨练的，是被一步一步的锤炼，然后让它成为习惯。第二个，敬虔不是学问的堆叠，而是心灵的连结。意思是说，我们对信仰的知识，你圣经读了很多遍很好，但是如果没有实际跟心灵的连结，你会发现这个只是知识，只是一个夸耀而已。很多人他可能对圣经研究很深，但是从来没有在实际行为上、实际在信仰上、实际在传福音方面、实际在造就别人的方面，遇到困境的时候，怎么样去借由圣经给我们的教导，去活出主的荣耀，这些都要经过跟心灵的连结。第三个，敬虔不是在组织敬拜神的宗教，而是每天活在他跟他的关系。礼拜程序安排得很好，诗歌敬拜每一个都很好，但是你回去，你出了礼拜堂，你仍然有这个敬拜的生活，有跟神连结的生活，那才更重要。第四个，信仰若是停留在头脑，那只是宗教。信仰是落实在跟神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这是有生命的，是活的，而不是一个脑筋的活动。第五，成熟的信仰不在于有多少激动的时刻，做礼拜、参加特会，很多感动的时刻，但这个感动不能只是纯粹一种情绪上或心情上的感动，而是因为你化作平常每日的生活，你的中心的脚步，你跟随主的脚步。第六个，属灵生命如果没有操练，属世的习惯就会主导我们的生活。意思是，这个属灵的生命是借由一直操练、一直磨练、一直磨练，然后形成一种内在的、内建的习惯的，然后你就不会被属世的生活再重新又过来来影响到你这样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借由这个主题，把这8项属灵操练为什么要做，对我们有什么帮助，来做一点分享跟学习。我们知道习惯的建立最困难的就是你要改变嘛，如果你不改变，怎么会变成有习惯呢？所以旧习惯要变成新习惯，要舍去，然后要重新建立。所以属灵健身房敬虔的操练8步，有这8项。我们在周报里面，今天周报又重新看了一次就在我们第9页的时候地方那这个8步呢，我们请苏令干事呢，他帮我们制作一个图卡。那我们前2天已经发给我们的各单位啦、各群组啦，希望你能够保留住。我是哪一个单位，我就拿来当我的一个参考。那这个是长老跟执事的8步。这8项我们周报里面都有记录，我们就不一一来念了。那重点大概有分2个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有点像十诫一样十诫有前几诫是跟神的关系，那后面那几诫是我们跟生活、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一个属世的生命有关。那这个也类似，就是有几项是我们个别的属灵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家庭美好的关系的建立。那其实讲来像8项其实是2项一项是跟神的关系，一项是跟家人的关系。那这个是弟兄姐妹大概是最重要的部分，跟弟兄姐妹有关的用这一个图卡来成为你的提醒这个提醒。那内容都大同小异，只是程度的差异而已。那这个就是我们儿童青少年的部分，我们是主轴建立在这个财务的管理，建立他们的习惯。那其实我们教会除了这个
配合中会的这个财务的一个操练之外呢，其实我们上个礼拜不是有刊了周报说我们的那个奖学金的帮助吗？奖学金的颁发现在增加了好几项，其实这个也都跟这个属灵的操练有类似，但是借由奖学金这方面的一个邀请，那由青少年由只是学他们去执行，那所以某一种程度也跟我们的属灵8部是有同步的哈。好，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他这样说，你们一定知道，在运动场上赛跑的人很多，但只有一个得奖，所以你们要抱着夺标的心来跑。一旦上运动场，没有人想要落后的，想要争取最好的成绩。弟兄姐妹，我们这一个在属灵的运动跑来比赛，我们是在往天国的道路比赛。你不可以漫不经心，或是人家跑前面，你还在那边慢慢摸来摸去，像乌龟在爬那样，而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目标跟决心。那这8项，今天我们要分享前面的3项，一起来学习说为什么这个对我们有帮助。第一个，每日读经、灵修跟祷告。从我们以弟兄姐妹的标准，我们只要3年把圣经读完一遍，那就是达标了。但是我们知道说，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大家很有前进的心呐，其实我们在这几年，我们1年读完圣经的，哇，那个名单很多啊。所以因为我们有小组，大家一起在激励。如果说你自己来啊，你自己安排，你久了就忘了，因为想说，有没有人要求我？但是小组呢，组长，我们的组员都会在群组提醒说，你今天的功课读完了吗？圣经读完了，比妈妈在要求孩子做作业还认真呢，真的是不简单。所以我们因为有小组，所以我们的那个达成率很高哎。好，那你如果平常已经有1年读1次的习惯，那这个太简单了，你就按照你原来的进度。如果你2年读1次的也不错，你就按照2年的进度，因为我们都有那个经课表。那我们要参与试办的意思就是说，平常我觉得难度太高，我没有参加。那这一次因为要试办，是要邀请弟兄姐妹大家一起参与，那给我们一个最简单的，好像一个前菜一样，我们要3年读完每一个会友。然后呢，你怎么安排呢？我们特别邀请我们的硕宏长老，特别编排了一个半年的这个分量哈。那我们有图卡，还有我们楼下可以印这一个实体的，让你夹在圣经啊，把它完成这样子哈。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上个月，我们有几位同工去大光教会听他们这个解说，那我们就在思考说，这个推动有没有人要参加哈？要不要有人报名啊？或是要填志愿书啊？那个大光教他们是每一个人都要填志愿书呢。但是我们是这么思考，我们同工想说，不用志愿，大家全年参加，全年参加。当然也不能用什么逼迫你，勉强你啦。就是说，我们视同每一个人都有份啊。你来这8项，刚开始可能我要全部8项有困难，那7项可不可以？那6项呢？至少一半嘛，就是我自己自我 check 啊，自我这个审核，然后有没有达标啊？等到半年后12月底，我们说，大家收集你各自己的回馈，你达标几项啊？你有几项没有办法完成，或是只成就了其中一部分，我们把这个统计寄回给中会，让中会说，我们到明年要全部实施哈。如果有意愿要参加的都已经这个程度了，那如果其他的教会一起来参加，有没有困难，或是没问题，大家都觉得 OK， 那所以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诗篇5篇第3节说：耶和华早晨你必听我的声音，早晨我必向你陈明我的心意，并要警醒。这个意思是说，诗人在他们的灵修生活当中，一天的早晨是先陈明他的心意，跟神陈明你的心意，等于对神的祷告，并要警醒，就是提醒，但我今天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所以跟神的关系就是在清晨就开始了。弟兄姐妹，
每日读经灵修祷告为什么那么重要？有3个重点。第一个，这个是跟神建立亲密的管道，你跟神的关系就是透过读经祷告灵修。第二个，读经祷告灵修在我们生活上就很像灵命的什么，你的3餐跟呼吸了，这2个不可缺的啊！你不能说我只吃饭不呼吸嘛，说我只呼吸空气就饱了也没有，所以是吃饭跟呼吸就等于是我们的灵修祷告读经。第3个，读经祷告灵修是因为属灵征战必备的武器。我们以为说啊，这个例行功课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重要了，有跟没有也没差了。但是你要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属灵的部分，常常它的攻击是因为你跟神关系有一点疏忽了，有一点脱离了，掉漆了，落后了，然后神的恩典没有办法提醒你，所以那个时候有可能你会遇到挑战，遇到诱惑，甚至跌倒。如果没有属灵的武器，有可能你会跌了一大跤哎。当然我们不希望这样子，但是我们是有备而来，不怕被征战，不怕被挑战。这是我们每日读经灵修的3个很重大的一个目标。好，读圣经，让我们祷告，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因为马太福音4章4节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很多人从一个物质上的思考说，不单靠食物，那口里话有什么重要呢？其实它是在引导你的生命、你的思想、你的观念、你的判断、你的智慧、你的决定，这个都比吃饭更重要啦。你有经过这样的生命生活，你就会这样子。第2个，以赛亚书4章3节14没有删掉哈。他说：“但等候耶和华必重新得力。”换句话说，你在主面前等候的，或是仰望的，或是跟神有美好关系的，你要常常好像重新充电一样，重新厘清你原来的软弱不足的部分。感谢主，神给我们恩典，你必重新得力。所以我们一起思考说，基督徒如果长期不对神讲话，就是祷告；你不听神的话，就是读经；或是你不回应神的心意，就是不顺服神，走在一个得祝福的生命道路。他说会怎么样呢？灵命会慢慢的枯干冷淡，最后对神的启示、神的提醒，你都没办法去领受到，对信仰的热情也会消退。这什么意思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没有一个灵修的生活、读经的生活、跟神建立关系的生活，好像表面上没有什么差节省时间但是你注意，就是因为当神跟你提醒的时候，好像你的那个天线已经迟钝了，吸收不到。就好像很多人登山客到山上去，他以为他自己能力很好，不小心滑到边坡下去了，赶快要求救，糟糕！手机太远了，没有信号。神常常用不同的方式在提醒你，当你有跟神密切的关系的时候，你会很敏锐，你会随时感受到哪里的差异，什么样的事情你要有预备，什么样的困难你能够超越，你可以仰望，特别是很多智慧的判断要神帮助你。所以这个跟神的关系，是因为跟你的生命、跟你的健康、跟你的活泼都有关系。所以呢，我们要有一种观念，我们跟神的关系也是这样。我们不能只靠说我有受洗我有去做礼拜那感觉这个已经很 OK 了，已经很完整了。其实是要每天聆听神的话语，每天回应实践神的心意。那你不会觉得说那好像一个人被捆住了，其实那个是不对的思考。所以你在神里面已经成为一个自由的人，真理让你活泼，你会觉得活得很快乐，没有担忧，没有恐惧，因为在神里面是自由的。那这样应用到你的生活，你会觉得天天非常的轻松愉快。所以跟神的关系好，还包括跟夫妇、跟家人、跟弟兄姐妹的关系，因为这个关系是互相的，
彼此建立的。所以弟兄姐妹，属灵的敬虔不是一周一次的敬拜，而是每天持续跟神的关系。现在因为3C 用品非常的方便，我们不只是可以用传统的圣经或是灵修手册你找一个早上或是一段时间，在那个单纯的空间一起跟神关系。很多人在上班的时候就把你的那个3C 用品打开，里面有很多灵修的读经的话语、讯息的分享或小故事，那些都是一个非常棒的就是不会受时空限制的。有的人开车要开30分钟到公司那段时间多棒的灵修时刻你也不会因为塞车感到心烦气躁，因为圣经的话语会帮助你。这个是每天持续跟神的关系、跟家庭的关系、跟家人的关系、跟儿女的关系。弟兄姐妹，这一章我们就是特别请释宏长老赶工上来的。我们有3年读经一次2年1年读经的，但是为了配合就是后天开始就是7月1号，释宏长老特别很优待大家只要读完4福音书跟这个使徒行传，这个是最好的很轻松的门槛。从7月1号开始，每天读1章就够了。你用影音来听也可以现在有很多那个媒体可以读经给你听或是你读一段经文或在手机里面都可以。它7月是马太第1章，第2天7月2号马太第2章，一直到使徒行传读完，刚好到12月。那你如果刚进入这个每日灵修的这段经文，就成为你很好的参考。很简单，其实如果按照这个程序来讲因为有的章节比较长，分2天读完，要不然你也不用看表一章一章读就读完了。那期待建立大家的习惯，大家一个读经的习惯，一起分享，一起学习那2年1次的、1年1次的，我们教会都有这样的表格。第二步灵修就是属灵8步的第2步，就是邀请大家慎重其事的每个礼拜举行1次家庭祭坛。那因为现在很多孩子年轻人都外出了不一定每天在家。当然你如果孩子还小，天天在家那更方便了，就每周1次的亲子家庭礼拜，或是叫做家庭祭坛孩子外出，我们可以约一个时间线上 RPG。 你可能会觉得说何必那么麻烦呢？天天见面天天讲话为什么要这样？其实我们常常就讲一句话，叫做有仪式感，对不对？当有仪式感的时候，你会觉得看重这件事情。当然有家长邀请无论是 RPG 或是线上或是家庭祭坛，我们都可以好好的把它举行。为什么要这样子？就要让我们建立一个家庭的敬拜生活。当然如果觉得你每一天都1次都更好只是说至少我们建立一个礼拜1次的一个习惯。那为什么呢？第一个，我们身为父母，每周立志决心举行一个家庭礼拜，是因为第一个，这个家其实就是我们的教会，第一个教会，我们父母就是第一位牧者，父母就是牧者。我们现在有在推动小组，你就知道概念啦，不是牧师有写下牧师才叫牧者我们是一个小组的牧者，我们是一个小单位的小组的牧者，我们是一个家庭的牧者。牧者的意思是你学习耶稣的爱，去关怀你跟你同在一起的弟兄姐妹、家人。所以家庭是子女信仰学习的第一现场，是非常重要的环境。我们有一段时间习惯把孩子交给别人教，但是你知道犹太人为什么今天那么强大？是因为他们从旧约时代就持续了这个家庭信仰教育的重要。那我们要把这个最好的这个宝贝或是武器拿回来。家人就是你第一个教会，父母就是第一个牧者，
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哈。我们说教会1周有1次做礼拜，是因为一个基督徒的属灵聚集、属灵大家庭的欢庆，那是一个大家全体的。但是家庭是1周1次的礼拜，是为什么呢？是信仰传承的根基，让基督信仰成为家庭的文化，让家庭关系更深切的连结。当然，刚开始有时候哇腰不好腰，或是大家觉得有点尴尬不方便，其实请记得，久了就成为习惯，而且可能你会觉得这个是非常美好的时刻，一个恩典的时刻。很多你跟孩子的沟通，可以借由这样，那个话语就会出来了。哇，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常常在讲说，家里面可能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呢。这个是现在这个时代所碰到的事。我记得牧师小时候我们乡下没有现代的什么所有的一个电视啦、娱乐啦，甚至我还很小的时候，连电灯都还没有。所以那个时候的感觉就是那个生活非常的怀念，因为天快暗的时候，赶快要吃晚餐了，因为你要点灯吃饭很麻烦。然后大家整理完，要么就去睡觉，要么就乘凉。那我们最美好的时刻有2个，第一个就是全家人聚在那个客厅的桌旁边，由阿嬷带我们唱一首圣诗，也没有什么读经啦，什么分享都没有就读完圣诗有没有？就是读启应文大家就开始祷告祷告。小时候有时候很小那个晚上就有一点要打瞌睡了，说阿嬷祷告久一点就睡着了。但那个氛围很怀念，因为那个就是桌子中间点了一个烛火或是油灯那种感觉。那有时候傍晚的时候还没有要睡，就听了收音机，阿嬷他们就在剥那个花生壳花生不是要剥壳吗？那时候没有机器要一个一个剥。另外一种是要剥那个玉米，就是玉蜀黍的那个颗粒要从那个心把它剥开。哇，那要手工要很久。如果收获好的话每天晚上要做这种事情，但是那个感觉温馨的时刻是真的很怀念。那这个家庭生活今天已经演变到一个3C 用品的时代。我们的孩子有可能在家里面的时候，一个人一台手机，大家看自己的，没有一个凝聚的时间。那我们特别知道说，我们孩子跟机器可能沟通很好，但人跟人的沟通不一定好。有的人一旦遇到人际关系会很紧张。我们现在有一句话叫社恐，好像跟人家沟通讲话，你的意见都表达不出来，或是不方便跟人家联络。其实，在家庭祭坛里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学习，请孩子讲出他的心里的话，或是这个圣经对他有什么帮助。所以我们说每周1次的家庭礼拜就是基督信仰成为家庭的文化。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家庭是子女信仰学习的第一个现场，是重要的环境。信仰的建造不是从教会开始，而是从家庭父母的生活态度。请我们记得，其实我们也知道，很多课业我们请老师教，那是专业的，但是生命跟品格或是生活态度是从家里开始。第3个是每月守主日礼拜。我相信大家在场的人，你会觉得说这个是多此一举，本来就是啦。但是我们要了解说，为什么守主日礼拜？有人想说有没有守不简没有什么重要。有人是想说，我喜欢小组，因为小组大家可以一起聊天一起互动还可以发表说话，还有小东西有小点心可以吃感觉那个比较轻松好像做礼拜比较严肃一点，怎么样？但是守主日礼拜为什么重要？我们来看，第一个，《使徒行传》20章第7节，他说：7日的第1日，我们聚会擘饼的时候，保罗因为要隔天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直到半夜。圣经刚开始的时候是讲，今天是第1天是第1天。
我们台湾因为没有基督教的背景，我们常是说今天是周末，对不对？好像是一个礼拜已经拖到最后2天休息了啊，礼拜一才开始第一天，其实是错误的。礼拜天是第一天。另外一个段经文是约翰福音20章1节，7日的第一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那里挪开了。我们的观念好像也是一样，生活作息啊，但是我们开始一个改变说，属灵的生活是从神开始，不是从工作开始。我们常不是讲说礼拜一好像有那个什么礼拜一症候群，对不对？好，休息完了，哇，礼拜一要上班好累啊，生活作息就觉得有点不想起床的感觉。但其实我们要把今天当成第一天，你明天就活力十足了，因为你今天已经预备好了啊。所以我们把优先次序建立好，就是以主日敬拜7日的头一天，让神居首位，让7天都在上帝的恩典中展开。我们宗教改革的先锋就是马丁路德，他这样说：主日礼拜不是仪式性，啊，照章行事。我们教会安排程序单，啊，从开始敬拜团，一直到最后牧师祝祷，唱阿门颂，不是仪式啦。他说是信徒一周灵生活的起点跟中心。如果你把说神啊，我1个礼拜的开始，我们从敬畏神开始，敬拜神开始，同神领受祝福开始，你会观念完全改变说，那明天是第2天啦，我已经走在一个服事的现场了，工作的现场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真理问答，叫做海德堡要理问答。他这样说：安息日就是放下属世工作，专心参与教会生活，领受神的话语跟恩典记号，并将安息延伸至每一天。当稍微一点点观念的改变，你会发现整个礼拜都整个礼拜一到礼拜六都笼罩在神的恩典跟祝福，因为你跟神一个美好的开始。更何况说我们每天有灵修，每一天就重新再跟神一个新的接触。所以圣经启示我们7日的第一日就是主日，才是1周的起点。全球大多数的国家跟文化，特别是我们所认知的美国、以色列或一些基督教的传统的国家，都将礼拜天主日列为1周的第一天。我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一个印象哈？但我们现在月历第一天是哪里？大部分都是礼拜天，对不对？我曾经看过有人月历哈，是把礼拜天放在最后，礼拜一开始，然后最后一天是礼拜天，看起来不习惯的，因为我们都是从礼拜天算啊。但是有的厂商或是有的人他没有主日的习惯，他认为没错啊，第一天就是礼拜一嘛，最后2天就礼拜六、礼拜天，我们就是例假嘛、休假嘛，感觉上他们的逻辑是对的，但是基督徒是认为7日的第一日就是礼拜天。所以当我们以神居首位的时候，我们就会看见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以神居首位好，弟兄姐妹，我们的敬虔操练的核心就是怎么样培养定期稳定跟神沟通的关系。所以因为跟神畅通无阻，主日聚会不只是做礼拜例行活动，而是基督徒属灵生活的核心跟生命更新的起点。所以为什么我们会看重主日礼拜天我们常常会提醒呼吁，有时候周报会报出来说请弟兄姐妹帮忙注意啦，你的身边的朋友、同伴、小组员怎么这2个礼拜都没看见他了？除了关怀之外，而是因为我们要一起同心在一个点，一个上帝的圣殿，一个神圣的空间，一起敬拜，一起同心祷告，一起领受神的祝福，然后成为一个属灵的起点跟更新。因为停止聚会会带来什么？第一个会带来属灵冷漠跟信仰的退却；第二个丧失跟家人的连结，成为落单的信徒；第三个对神的话语会敬拜会失去渴慕；第四个丧失神在聚会中的启示的恩典跟引导。在3个礼拜前，
牧师有贴出了这个黄金10年的邀请，这些文字我们有印在周报的第9页，牧师就不一一念了。他就是在讲说，这个不是一种好像教会规定一大堆，不是，这是因为要帮助你。就好像我们有人到健身房，对不对？教练会先跟你安排一个训练的程度你的体质、你的肌肉到什么程度，我就给你排一个课表。那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8项操练当成说，我们要一个属灵健身敬虔操练一个课表，那我愿意接受操练，因为为了帮助我，你就不会觉得这是个累赘所以他说，不像宗教制度的压力啦，也不像法利赛人定一下规条，对不对？好，第2个是我们爱上帝、爱家庭、爱下一代。第3个是我们这个奉献白纸布道法，这个是我们下个礼拜要谈的，我们就跳过来这个是白纸布道法那个纸卡我们中会特别印了，很漂亮，让我们去学习白纸布道。牧师手上拿的就是样本了这个可以折起来折起来，让你看见说一个神跟人中间有一个大的缺口要借由耶稣基督是个十字架把它连接起来很简单，就是重点是鼓励大家有那个跟朋友、亲戚、同事传福音的一个习惯。那一个更简单的白纸布道，可能很多同工弟兄姐妹都用过，这个就是一个很简单的，用白纸画一下就可以了，叫做白纸嘛。说真的，这个是真正的白纸，你只要上面把这段经文罗马书6章23节念一段，然后左边画一个人，右边画上帝中间有一个鸿沟人是公价罪死，上帝是神的恩赐跟永生，但是你要跨越这一个深沟，你要借由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你用手随便一张纸拿过来就可以画了。我想这个我觉得有学过，觉得更简单不用这个还要去拿要买的，而且像上面的字，其实上面它有一个像刮刮乐一样混在一起，是很有用的你邀朋友要学的时候，要拿10块钱给他刮，然后这个10块钱送给他，2种都可以使用这个我们下个礼拜会跟大家在一起说明了弟兄姐妹，最后我们要看一段我们这个50禧年我们这个黄金10年，我们的推动的总干事就等于是他的组长，就是我们大光教会的蔡牧师，他用台语呢录了一段邀请。我们期待我们富强人为了迎接50禧年，为了迎接我们中会的黄金10年，我们一起努力看看。你先不要给自己压力，你8项至少你做得到1项吧。跟家人一起吃个饭会有困难吗？你就自己审核说我做了几项，好不好？我们来看蔡牧师他对我们的邀请，对不起是用台语的我们听看看这是一段短片，很短它只是一个说明邀请。我们那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个影片档。如果我们有那个读经的卡片我们可以跟干事要或是影印一张，或是把那个卡的图卡。这个电脑图卡就带着在身上就可以。第1堂有提醒，可能第2堂没有注意到抱歉。我们也请弟兄姐妹等这个影片看完，我们要邀请大家来做一个医治的服事祷告医治的服事祷告，请大家心中有感动或是需要代祷服事的，预备心到前面来，也请我们的服事同工也预备好，我们要为我们需要的弟兄姐妹来做服事的祷告。如果没有连结就没问题，也没关系，我们下一次再看也可以。
好，那没关系，不用了，我们就直接接下来我们要做一个医治的祷告哈。牧师先邀请大家来。所敬听的牧师、有了吗？中职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台南中会伫明年有要推动一个真要紧的事工，就是要怎样来建造健康的教会，要怎样帮助兄弟姊妹活出健康的生活。所以咱有要推动8项健康属灵生命的操练。咱伫今年下半年7月初开始，就咱台南中会81间教会中间，咱有推选14间相对健康、相对勇壮的教会，来成做一个示范的教会。我相信健康的生活毋是财物，健康的生活嘛毋是观念，健康的生活需要实际伫咱生活的顶面来操练咱的真理。所以伫咱的圣经内底，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8节安尼讲操练身躯，利益是少；独操练健康，凡事就得到利益。所以我相信，咱的教会三同做伙来踊跃参与，咱的教会的确嘛会得到上帝的祝福。伫这8项的事工内底，咱咧强调婚姻夫妇的关系，咱咧强调爸囝母囝亲子的关系，咱咧强调财务的管理，咱嘛真强调个人祈祷、灵修、信仰的操练。我相信，咱三角做伙来参与，咱的教会就会得到更新、得到健康。通过安尼，我相信，若要互咱14间教会得到祝福，明年也要成做咱台南中会81间教会一个真好的示范。求上帝帮助咱，恁的勇壮、恁的更新，就是成做咱台南中会的祝福。愿主赐福恁，帮助恁，互恁甲恁的牧者、甲恁的中职三同做伙来配合，共同做伙来推动，来做属灵的操练。我相信上帝的确祝福伫咱台南中会的身上。愿主赐福咱大家。好，谢谢。借由蔡牧师的提醒，我们知道说这个大家很慎重的要推动哈。最后牧师要说的是，上个礼拜蔡牧师在我们当中曾经提了一个很重调，就是说在疫情过后，台湾的教会普遍的都衰退。他说大概平均衰退20%，100个人变成80个。那我们在面对这个很大的环境的挑战，我们更需要弟兄姐妹被激励、被推动。特别我们要迎接50禧年，愿大家借由这样的操练，愿意说：“哎，我愿意，我要更强壮，属灵更健康，我要一起学习。”愿大家在神的恩典之下，我们能够得到一个美好的成果。在年底的时候，我们跟中会报告说，我们富江教会那么多人都参与耶，而且成绩都不错哦，有8项全守的，有的7项6项，那就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属灵的操练。我们一起来祷告，然后要请弟兄姐妹，我们来做一个医治的服事。亲爱的父神，感谢你，中心门徒属灵操练8步，不是一个口号，而是因为实际在我们的信仰生活、每天的灵修生活、我们的家庭聚会、我们的亲子关系都同样被建立。主啊，让我们除去那个排斥或是心中困难的一个心思，让我们走在神的恩典的道路。我们一步一步的跟随这个节奏跟进度，大家都同被造就、同被兴起、同被操练了。感谢主，因为我们从7月开始，这样的试验能够在每一个弟兄姐妹当中来实现。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这个时候一个服事时间，我们要邀请大家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就是自我自由。我们请我们的敬拜团带我们一起唱。在开始唱的时候，5楼、4楼的弟兄姐妹不用客气，到前面来。有身体病痛要医治，或是你亲人不能来，你要为他祷告的，或是你有属灵的一个软弱，或是有些困难的事情需要代祷的，我们都一起到前面来。也请同工服侍者预备心，我们一起来唱。一起来，勇敢到前面来。属自由的灵啊，求你来。愿意被服侍的到前面来，来到我的生命，看出我生命中的忧愁，使我的心中
的不安。你的要被服侍的在第一排，要受服侍的在第一排，那里就有自由。请同工也一起来加入，同工加入小组长、长老、执事，还有我们的代祷团队。求你领来赐我自由。我们现在就开始音乐，我们要开始服侍了，请同工到前面来，有不够的赶快加入哈，加入，我们一起加入，可以再宽一点，宽一点，才不会受影响啊哈。有了还没有的，请加入，我们请长职，我们请小组长，我们请代祷团队，啊，不要客气，我们请可以做第二次的服侍哈，第二次的服侍。前面还有一个，前面还有一个。好，那边有人来可以帮忙哈，有同工代祷团队来一起服侍。好，开始我们再继续小声的唱，让神的恩典来医治服侍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在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当中，感谢赞美主。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啊，求你亲自施下你的医治、你的释放、你的平安、你的健康、你的医治恩典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求你的服侍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求你医治释放在每一个弟兄姐妹身上。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神的恩典保守现在我们当中。感谢赞美主。在椅子上，你们可以一起唱这首诗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再一次，再一次，自由的领啊，求你来到我的里面，来到我的生活，赶走生活中的愁烦。我们请弟兄姐妹从椅子上站起来，唱这个副歌，大声的唱。你的灵啊，在哪里？哪里就有自由。世界虽有劳苦重担，求你领来使我自由。我们请大家如果方便，把手放在心上。牧师要奉主的名来祝福在前面的弟兄姐妹，也为每一位弟兄姐妹来献上祷告。亲爱父神，我们在你面前，其实我们确信你是医治的神，你是恩典的神，你是满满福乐平安的神。特别当我们劳苦担重担的时候，耶稣你呼叫我们要到主你面前来，你就要使我们得安息，因为你要赐下这样的恩典，在每一位寻求你的弟兄姐妹的当中。我们为在你面前有困难需求到主面前的，无论是肉体的病痛需要得医治的，或是心灵有软弱需要神来开路带领的，或是心中有重担需要神帮助能够脱落这个累赘跟重担的。特别我们有重大的决定要神替我们来开路的时候，愿神亲自成就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祈求。我们也为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线上的弟兄姐妹，大家在你面前所恳求的、所祷告的，无论是为自己或者是为家人，求你亲自应许，照你的恩典赐下你的祝福在每一位弟兄姐妹身上。那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神的同在，你的医治平安在我们当中显现，让神迹奇事在每一位谦卑恳求依靠信赖主的弟兄姐妹身上呈现。感谢赞美主，愿主的恩典跟医治临到我们。我们在你面前恳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请坐，请坐，回去，请回到我们当中，谢谢，请回座。我们现在要开始做奉献哈，奉献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
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的诗歌，一生爱你。请坐。本月金句，我们一同来念本月金句2次，请。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篇1节再变。地和其中所充满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耶和华。诗篇24篇1节。这时由我来报告，我们一同翻开周报的第2页。下周主日敬拜服事同工，主礼夏牧师，司礼芷兰执事，轮值侍奉同工，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翻开周报的第4页。肢体交通与本会消息，第1点，富强50喜年庆标语与票选活动，我们在今天下午6点会截止。如果你还没有进行投票的，请赶紧上网来投票。我们看第2点，本会定于8月10号举行社教49周年圣礼典。有预备心要接受洗礼的弟兄姐妹或是小朋友，请在7月20以前完成报名，来向我们的办公室这边来索取报名单，填写你的基本资料，并且请你要附上1张个人的照片。那么提摩太牧区呢，可以直接向瑞平牧师来报名。我们看第3点。主日学定于7月16到20，也就是礼拜3到礼拜天举办夏令营天才好管家。我们要邀请国小4年级以上到国中1年级的学生小朋友来参加。那么也请你们尽快的来向办公室这边缴费进行报名。我们看第4点。本会今年度的门徒学校第1阶段课程，在上个主日6月22号已经全部完成，那么一切顺利。那感谢上帝的恩典，这次的门徒学校总共20周的课程，顺利的来结业，也颁发给所有学员他们证书。愿上帝赐福所有的学员在学习以及在过程当中有满满的收获。也请大家呢继续关心我们这些刚受洗的弟兄姐妹，来帮助他们更多的认识上主。我们来看肢体交通第7点，有关丧礼的关怀。本会启智小组长的母亲慧珠姐妹在上个礼拜5安息主怀，享寿80岁。我们定于7月5号礼拜6的上午8点半，在市立殡仪馆要进行入殓以及火化礼拜。在同日的下午2点半，要在本会举办追思告别礼拜，邀请弟兄姐妹我们一同来关心代祷，并恳求上主亲自的来安慰怜悯遗族。有关门徒培育事工以及研习会的消息，我们看第1点。富强50喜年祷告树见证集的第2集稿件的邀约，要邀请弟兄姐妹我们踊跃的来投稿，将我们的信仰的感动能够化为文字，那为主见证，为主传福音。所以邀请大家踊跃的来投稿。有关牧区以及团契消息、肢体交通，请我们自己来看。我们看第7页的奉献，如果有所出入，也向我们办公室或者是财务人员来进行更正。以上报告，我们请夏牧师来做补充。牧师要做介绍，还有做一个补充报告。不过等一下有一个赠礼的动作，就是我们的刘院长他要把新楼医院160周年一个纪念的一个
模型哈，奉献给教会啊。我要请我们不知道我们戴一长老、志强长老在不在？等一下你们准备啊，还有谢牧师，不知道曾牧师也在吗？如果有的话，到时候请你们到前面来哈。我们有一个拍照、一个祷告跟祝福。那牧师先介绍新朋友陈珍妮姐妹，陈珍妮姐妹在我们当中，欢迎你，请站起来，我们欢迎你，欢迎你啊哈，欢迎你。珍妮姐妹，她是上个礼拜来我们当中的新朋友，庭云在哪边？她带她来的哦，新朋友就带新朋友啊，欢迎你们哈，欢迎你们。好刚刚牧师说有一个补充我来做一点补充就是我们刚刚周报里面有提到这些报告，我们的师会已经报告过就是有几个点，请大家一起配合。第一个是如果照片还没拿的，赶快拿，所以成为一个很好的纪念。第二个就是我们年度标语今天就要结束了，赶快参与第三个就是我们的天才好管家报名，也请大家鼓励小朋友来参加。第四个是祷告的树，我们文章要截稿了，赶快大家把它写下来这一个活动邀请就是我们的这个松年要配合华人民主书院，他举办一个电影欣赏这电影是个非常棒的纪录片，因为得过国际的奖，堪称影展它的主题叫做老鹰之手。你一听说老鹰怎么有手呢？老鹰的脚原来就是拍的这个一个长辈阿伯的手的照片。你看那个手看起来真的像老鹰的脚爪，对不对？为什么手会变成老鹰的脚爪呢？原因是因为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事业，他们在嘉义民雄有一片田，他们专门在种莲藕。有没有吃过莲藕？莲藕夏天很好吃为什么种莲藕手会变这样呢？是一部很棒的纪录片如果你觉得对这个影片有兴趣的，下个礼拜礼拜六这个礼拜六早上9点半在3楼跟松年一起看欢迎。那另外一个就是鼓励大家，因为跟我们第二堂比较有关系，因为我们下个礼拜天这个时候结束，对不对？我们邀请弟兄姐妹不要马上回家，我们到2楼3楼吃午餐。午餐之后再回到这边来为了要这一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历史，因为刚好我们今年庆祝160年嘛这本历史牧师手上这是已经出版的准备要发表。那牧师为什么要鼓励？第一个在我们场地举行，那希望我们很多人来参与，让这个会更热闹。主要是因为这本书当天会比较优惠鼓励大家，特别你如果说以前不是从小在长老教会长大的，这本书可以跟你介绍说150年来台湾基督教在台湾走过的脚步非常好读，而且很宽，书很好写，很好看，那个字很大所以那一天也会有优惠欢迎大家能够留下来听，然后把下午的时间多挪一点时间再回去。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也可以买这本书。好，那还有一个报告了刚刚有谈到说我们有一个丧礼，就是启智小组长的妈妈尤淑芝姐妹安息这个周报有报。但是昨天我们有另外一位长辈就是我们教会王建胜弟兄，他的爸爸叫王海东老弟兄，92岁，也在昨天凌晨安详过世因为他们的家族有些还不是基督徒啦，所以要在7月8号礼拜2早上在他们的家的全殿底下举行一个家庭的告别式虽然不是用教会的仪式，但是我们也一起带祷，求主亲自安慰另外也做一个小条的提醒就是我们下半年要下个礼拜就开始了我们要更换我们的回应诗跟阿门颂哈利路亚。因为第一堂有祷告的回应诗啦，但是第二堂我们有阿门颂我们要唱另外一首，我们也请诗琴准备预备好其他的报告我们可以详细来看我们要请我们的院长还有院长娘一起来好不好？谢牧师，不知道我们那个志强长老在不在这边？没有没有，有没有其他人？没关系曾牧师呢？这个礼物要做一个代表的赠送，照一个照片来，到前面来，到前面来。
这个是我们新楼医院他们所做的一个模型。这个模型就是老的新楼医院的模型，现在已经拆掉了，只能从这边看哈。我们请那这样郑牧师来，我们要照相来做一个纪念。志强长老来，我们有3样东西来，请先拿。谢牧师，这个是他们送的一个纪念，一个纪念，一个小的。那这样好吧，我站这边，这样拿着你。好，我们拍一张照这个要打开，谢牧师拿着，我们一起拍一张纪念。先不要离开牧师，做一个祝福祷告哈。我们先放这桌子上。我们特别为院长来祝福，因为160周年的庆祝，一连串。到上个礼拜，院长还跑到护国教会，因为在幸福小组有一位组员他受洗，他说他们去这边祝福，所以今天来这边我们说一个正式的一个赠礼，我们也这个是我们为他们160周年送的礼物，他们又送一个感谢状来，我们也为院长来做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谢谢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兴起带领我们的刘院长成为新楼医院的院长，带领整个医院的运作，特别他有神所示的一个传福音的心在这一次160周年的庆典当中，不只是高举耶稣基督的名，也同样努力要借由基督教医院传扬福音，也照顾许许多多社区的百姓，他们的健康，他们的心灵。主啊，这个医院的运作非常的繁忙工作，求你赐力量、智慧、能力在我们的院长身上、院长娘的身上，以及求所有的团队，特别许多的基督徒的这个院中的干部是最棒的一个团队，求你赐给他们从神的恩典，在整个医院在这个社区当中为主高举基督的十架，为主做美好的见证，也能成为一个医疗的重镇，让许许多的人借由新楼医院的服事，不只是肉体得到健康，而且在心灵上也得到祝福，有福音传扬在他们身上。我们感谢你，求你继续带领院长他前面的道路，也祝福新楼医院新的年度也能得神的祝福，一切开展更是得神的恩典。我们这样感恩祈求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拍手感谢主，谢谢院长娘哈。好，我们请回座，这个放着也我拿走。他们那个新楼医院的那个社区，就是新楼医院麻豆新楼医院的这个老人关顾中心，明天也要后天也要庆祝10周年哈，也真的不简单，我们恭喜他们，也为他们祝福，谢谢。我们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诗会来做结束。我们来唱颂荣的诗歌《我的神，我的王》请起立，唱完请夏牧师祝祷。我的王我要称颂你的名，我要永远称颂你，我要天天称颂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神来的赐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保守相通、扶持同在，与每一位弟兄姐妹同在，也带领前面的道路，一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阿门。阿门。我们请坐来默祷闭会。